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13节到15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由拥有。上帝是谁？基督徒要如何来介绍上帝给朋友？这个问题其实摩西问过了。摩西问上帝说：当我要去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祖宗的上帝差我来这里，他们会问他的名字是什么？那时我该怎么回答呢？上帝说：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，你去告诉他们，那位创始城中的主宰差我到你们这里来。我是上主，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，这就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。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称呼我。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章13节到15节的经文。这也出自于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然而我们比较熟悉的翻译本是和合本的翻译。和合本的翻译在14节这样说道：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这句经文在英文的翻译 NIV 里面是这样写 I am from myself。 在古典的 KJV 的翻译呢是 I am who I am。 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这种自由拥有的上帝确实是很难理解与接受的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拥有了。我们可以解释说，它就是自然就存在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，在自然之间，它就本来就是存有的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它是从亘古就已经存在的，或是如同民间的说法说盘古开天以来，那上帝从这个亘古存在，现在他也存在，将来他也永远的存在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存在，不需要供奉，不必膜拜，不用雕刻，它是在空间中自然的存有。就一般人来说，就是眼见为凭的角度。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就很难明白所谓的自由拥有的上帝了。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用看见来相信，也因此我们就知道有了这个人手所刻的偶像啊，也如同耶稣的学生多马的要求一样，他想要看见，也如同今天的经文以利沙所求的一样，我们看到他捡起了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袍，然后回去站在约旦河岸边，他用以利亚的外袍击打河水，就说：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
然后他又击打河水，水就分开了，他就走过河的对岸去。耶利哥来的50个先知在远处观看，就说：以利亚的能力在以利沙身上了。他们就去迎接他，俯伏在他的跟前。事实上，就如同上个礼拜天我们提到《使徒行传》17章的记载，保罗在雅典看到了他们所敬拜的未世之神。保罗趁此机会就告诉这些人，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议会上说：雅典的居民啊，我知道你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热情。我在城里到处走动，观看你们崇拜的场所，竟发现有一座祭坛，上面刻着献给不认识的神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，就是这一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着的神。这一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乃是天地的主。他不住在人建造的殿宇，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，因为他自己把生命、气息和万物赐给了人类。他从一人造出万族，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，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。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能够在摸索当中来找到他。其实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相聚是不远的。保罗说得非常清楚，上帝不需要被雕刻，他不用被供奉，也不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。他实际上是离每一个人都不远。上帝他就住在你我的心里，看起来是最远，因为是看不到，实际上是最近，因为他就活在你我的心中。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0节，这里记载了耶稣基督与犹太人的领袖的对话，正谈到了耶稣基督他将要去的这个地方。经文的记载，耶稣说：我要走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可是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。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但是他们不明白。接续的经文在23到24节，耶稣基督这样回答犹太人的领袖说：你们是从地上来的，我是从天上来的。你们属这世界，我不属这世界。所以我说，你们要将死在自己的罪中。如果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，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。后面他又继续的回答犹太人的领袖说，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关于父亲的事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当你们把人子举了起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自有永有的，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，我只说父亲所教导我的，差遣我来的那一位跟我同住。他并没有撇下我，使我孤单。
因为我始终做他喜欢的事。后来在这里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当中，就有许多人呢听了耶稣基督的话，就相信了他，接受了他，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上帝，并且是与人同在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自有永有的上帝吗？我们知道这不容易，但是耶稣基督也透过他告诉多马的话，今天也在告诉你我说，那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有福了。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更有上帝恩福的人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的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不需透过人手所刻的偶像，让我们愿意单纯的相信，领受你所赐的救恩、平安与赐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